3次闖關，港交所首爾集團終於要上市啦！小雨傘母公司首爾集團有限公司5月22號開啟招股，至5月27號結束，並計劃於5月30號正式以2621為股票代碼喺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。咁成立於2015年嘅首爾集團啦，作為一家中國人身險中介服務提供商，致力於通過人身險交易與服務平台，在線為投保人同埋被保險人提供保險服務解決方案。咁目前首爾集團旗下擁有小雨傘、卡寶同埋牛保100三大平台，從而賦能於不同銷售場景中嘅保險交易及服務。喺小雨傘進行在線直接分銷，喺卡寶通過保險代理人進行分銷，喺牛保100業務合作伙伴嘅協助下進行分銷。據資料，按2023年長期人身險總保費計算，小雨集團係中國第2大線上保險中介服務機構，佔據7.3% 嘅市場份額。按2023年長期人身險嘅首年保費計算啦，小雨集團同樣係中國第2大線上保險中介服務機構。咁據資料，2023年中國嘅人身險市場規模為3.8萬億人民幣，同年中國嘅人身險中介市場總保費為2370億元，均較2019年實現顯著嘅增長。且線上中介喺中國人身險中介市場中佔據主導嘅地位，小雨集團成長潛力值得關注。而家開戶方得證券現金打新零手續費，融資打新最高10倍，利率低至3.98%，手續費只需要50蚊，低成本搶跑 IPO 紅利。